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3，旧历的2月11，礼拜二。台东志航基地2架 F51的战机，昨下晡伫屏东拓海渔港外海的空隙小下浪载落大海。中尉飞官卢尚华已经找到，送便医来抢救，救无倒来王生乐。另外一个上尉的飞官潘英尊也未找到。海陆空的搜救行动将持续到深夜。军方伫岸边找到军舰底战机破损的残骸，也佫有飞行员的一脚鞋仔，但是无法度确认这是假的装备。即卖这搜救行动把握到黄金救援的时间，陆海空军投入到293个人，扩大范围，地毯式来搜索，希望赶紧传出到好消息。暗时看无海军一直拍照明弹，透暝伫屏东旭海渔港的附近海域甲岸边找，空军2台 F51单座战斗机小野以外，目前飞官潘英准上尉还未找到，也佫有上新的消息。透早1点，军方伫岸边找到几下底破起的无人机壳，也有一脚飞行员倒脚的鞋仔，也佫军方无法度确认讲，这敢是潘英准的装备。那目前这些都需要送回第7联队做进一步的鉴定，才能厘清装备是属于哪一个人的。黄金时间分秒必争，敢会使找到人才是重点。透早7点外，陆海空总动员。国军搜救中心已经赋予我们搜寻的范围了，从续海到陆辽。海巡署海面上派出6台舰艇。台东空勤队志航基地加入搜救飞官任务，空中各单位总共有14架次。里面嘛派出所属的兵力甲当地警察人员，岸边每一个角落拢无要放过。目前所属范围以泉州港仔村为中心，南北海岸线总共18公里，内陆是3公里。继续找人，另外有可能风卡头下吹向救平基地山区，所以嘛增加山区搜寻的人力，一定要找到人。持续在由海岸线向山区3公里以内进行人员的搜寻。跟潘上尉的家长也所表达，我们搜救工作绝对不会停。昨暝是透风落雨，风影真大，要找人真困难。加在今日天气较稳定，能见度有较好，各单位把救援的时间要找飞官潘英准，希望讲会使赶紧有好消息。